黃美琪前年同拍拖11年嘅男友鍾健威拉埋天窗，兩口子生活幸福美滿。舊年8月仲宣布離巢無線。近日佢住喺澳洲嘅家姐帶埋仔仔番薯哥返香港，美琪就把握機會約埋全家人自製一個小旅行，去主題樂園玩咗一日。原來家姐同埋外甥上次返嚟香港已經係2023年，美琪就回憶當時仲係疫情嗰陣，番薯哥得3歲人仔，好多遊戲都玩唔到，仲記得佢玩唔到過山車嗰個失落嘅樣。美琪仲話今年番薯哥6歲啦，終於可以玩過山車，仲笑言外甥第一次玩太難忘，玩完之後甚至講唔到嘢。雖然老公今次冇一齊去，但屋企人嘅陪伴令美琪十分之幸福。貼文鋪出之後，網民就大讚佢嘅外甥番薯哥十分之可愛，有潛質做童星。而見到兩個人嘅友愛互動，紛紛留言催美琪快啲生返個。